推開這扇門，你不會感到任何壓迫。這裏不像展廳，更像一個為你留好燈光、調好溫度的家。今天我們要看的是一個會所展廳，但請忘掉會所二字，它真正想給你的是賓至如歸的安靜。首先，中島台用了暖色，暖色讓人容易放鬆。冷冰冰的台面會讓你緊繃，而暖色台面會讓你想把手放上去，想靠着喝杯茶。這就是材料心理學。這扇門打開後，裏面藏了很多功能。兩塊推拉門可以互相穿插，平時拉上，一次收得乾乾淨淨，用的時候拉開，各種操作面就出現了。這是一種可居住的設置。動語正藏語錄，存在你一念之間。對比兩個櫃子，一個常規做法，另一個用了顏色對比和材質穿插。常規的沒有透氣性，也沒有那種高級感，而有顏色對比之後，櫃子就像活了一樣，會與空間對話。這個扁櫃適合放器皿酒杯，它用了270度的開門設計，打開時幾乎完全敞開。設計師曰：這個櫃子其實應該用巴士門，會更好用。但好的設計就是留一點遺憾。留意這裏的色溫，不是慘白，也不是昏黃，而是中光。中色溫打在綠色金屬漆上，讓空間像傍晚的森林，安靜深邃，有安全感。所有線條都是走通的，從天花到牆面，從櫃門到地面，沒有一根線是斷的。一條通長的線，像一段流暢的呼吸，讓你的眼睛很舒服。來到西廚和中島結合的區域，這是整個空間功能最密集的地方。所有操作幾乎都在一張台面上完成。設計師最大的難題是，功能一多就容易亂。他的解法很聰明，把島台向兩邊延伸，平時不用的位置，你感覺不到它的存在。需要用的時候，他從容地讓出空間，為了讓台面在視覺上退後一步。設計師用了一種綠色的金屬漆，它不是張揚的綠，而是帶朦朧感的，像晨霧一樣安靜的顏色。它的任務是襯托旁邊大面積的米黃色牆面，一暖一冷，一個後退，一個向前，整個島台既不油膩也不生硬，顯得優雅而高級。這扇門打開後，廚房就變成了開放式，顏色分區是關鍵。綠色金屬漆從島台延伸到門框，像一條線索，把功能區的視覺邏輯串起來。你忙碌時不會覺得暖，因為眼睛已經被有序的色塊安撫了。再看台面，整塊不鏽鋼砂面質感，光線打在上面，不是冷冰冰的反光，而是沉靜的慢反射。柔和的暖光與米黃色牆面結合，空間非常乾淨。你沒有廚房就是油膩的心理負擔。這裏有2扇玻璃門，4扇金屬門，材質不同，但顏色氛圍統一。綠色金屬漆的冷與內部暖色收納區的暖形成對沖。打開櫃門拿東西時，你會感覺自己在精緻的空間裏生活。上面層板專門放杯子和器皿。設計師的想法樸素，洗完的杯子順手拿到，本身就是一種享受。理想狀態是杯盤各歸其位，一切自然流暢。仔細看收口和紋理，所有金屬件做到了極致的手工感。光線打上去，你會覺得它不是工業品，而是撞在這裏的。這裏還藏了一個插座，你可以放音響、充電、接投影。為什麼在廚房做這個？因為設計師希望你在做飯、沖咖啡時，也能聽歌、看手機、看電視。廚房不再是勞動，而是可以同時享受生活的角落。中島台是這個空間的心臟，這裏採用了木材質和西廚結合，台面可旋轉平移推拉，空間得到延伸。油煙機是電動升降的，顯得整個空間更清新整潔，滿足了你多功能區洽談，讓人一坐下就放鬆下來。再看看空調。它被撞進天花板和鏡面之間的縫隙裏，你不仔細看，根本找不到它。安靜地工作，不打擾你。最好的設計是你感覺不到的設計。再看那個窗景，從特定角度望出去，外面的景色正好居中。
設計師把室外自然拉進室內，你坐在屋裏喝茶，一抬頭恕在光在風在，這不是裝修，是借景。這個空間用了另一種顏色邏輯，它非常乾淨，四周幾乎沒有多餘裝飾，只有一面牆有光影變化，完全靠光線塑造表情。設計師希望你注意自己，而不是被各種裝飾干擾。你坐在這裏，會不自覺地安靜下來。這個新顏色的空間有一個特別作用，它會讓你注意力集中，不管你進來前心情如何煩躁、疲憊、不開心。一到這裏，注意力就會被拉住，然後慢慢放下情緒。這個空間沒有太多裝飾，沒有瑣碎的東西，主角不是家具，而是你自己。你坐在這裏，外面的鳥語花香會進來，陽光會進來，風也會進來。你可以真誠地跟朋友聊天，也可以安靜地喝茶。這就是回歸本真。沙發區的天花光線被特意聚集在這裏。這是動靜分區，沙發區是靜的，適合聊天休息；中島歐是動的，適合聚餐開會。很多客戶會在這裏一邊看方案，一邊喝茶，一邊聊報價。不正式的場合反而更容易把事情談成。這個升降架方便拿取高處的東西，平時升上去空間顯得高，需要時降下來伸手就夠到。很簡單但很貼心。洗手台旁邊專門留了位置，洗完的碗碟順手就能放上去晾乾，很少一個細節，但每天都會用到。好的設計就是這樣，你感覺不到它的存在，但它一直在幫你省力。廚房用了冷色調而不是深色調，因為深色會讓油膩更明顯，冷色調顯得乾淨輕盈。設計師把中島台比喻成刑警。他站在那裏，你切菜做沙拉擺盤全在他上面完成。沒有中島的廚房，就像沒有桌面的辦公室，冰箱沒有做隱藏式。設計師覺得讓功能誠實一點反而更舒服。所有收納都收進櫃子裏，外面乾乾淨淨。衣帽間是男士用的，藍色配白色，非常乾淨。這裏有一個紅光的消毒櫃，專門消毒那些穿了一兩次還不值得洗的外套，掛進去消毒，下次直接穿。這是對衣物的尊重，也是對生活方式的講究。抽屜裏放了手錶配飾，下面有專門放內衣的盒子，所有東西都有位置。這裏用了兩個玻璃門，而不是全封閉，因為全封閉會讓空間顯得倒，而玻璃門讓視線穿透空間，有了透氣性。掛衣區沒有太多隔斷，衣服掛上去，顏色就成了背景，你會很清晰地看到今天要穿什麼衣服，與空間融合反而顯得整體。化妝鏡可以升降，旁邊開放格裏放着化妝品和工具，你坐在這裏化妝，高度剛好，燈光也剛好，坐着化妝，因為站着太累，坐下才是享受。衛生間的門做到頂，很多人擔心氣壓問題會乒乒響，設計師在門後加了排氣和對流，開門時沒有聲音，你看不到這個裝置，但能感覺到門關得很安靜很穩。衛生間用了很暖很柔和的顏色，這是你回到家第一個卸下防備的地方，所以一定要放鬆，燈光要柔，色彩要暖，讓你一進來就能卸掉疲憊。如果空間夠大，可以把洗衣設備放在衛生間裏，洗完直接丟進去，洗完直接拿出來晾。動線越短，生活越輕鬆。抬頭看天花，這些線條靈感來自蒙德里安的抽象畫派，線條把原本沉悶的天花破開了，整個空間就有了節奏感。綠色牆面負責讓人放鬆，天花線條負責讓人專注。你坐在這裏談合作聊合同，不會緊張，因為整個空間都在幫你找下來。這個會所展廳從頭到尾只做了一件事，讓你舒服。它不是那種讓你哇一聲的經驗，而是你坐下來了就不想起來的那種安心。每一個顏色都有它的任務，每一條線都經過推敲，每一處收納都在為你省時間。如果你有機會來到這裏，
請給自己一個下午，慢慢走，慢慢看，慢慢感受，因為好的設計值得你慢下來。